我諗中央政府一定係好失望啦，我自己都好難過，所以琴晚都瞓唔着，係嘛？辛苦咗20個月，我真係好想投呢票。咁如果你話講我哋即係，咁你話如果講民意，其實有不同嘅民調都睇到，好多係有一半市民係支持嘅，好多人想投呢票，所以過唔到我真係好難過。因為我真係相信有一日票對香港管治有好大好處。過去除咗政府3人組努力，我哋全部40幾個議員其實都好努力做好多嘢。冇咗呢次機會，唔知幾時有，所以真係好難過。嗱，我諗李尊娘唔使太過傷心啦，即係事實上咧，我覺得不如將錯就錯。